如果有人話俾你知一個偶然嘅選擇可以改變你嘅人生，你會唔會相信？今日我就話俾大家知我係點樣走上呢個世界嘅舞台。我原本係羽毛球隊嘅校隊成員啦，但係喺疫情期間，羽毛球嗰個訓練就停止咗，所以我嘅體育老師余老師就提議開咗木球呢個訓練課程。但係起初我係對木球係冇咩興趣嘅，因為我覺得木球要喺太陽下邊曬，但係訓練過後，即係第一次落到場去比賽，就喺嗰一刻開始我就從冇興趣到而家愛上佢。我覺得最大嘅挑戰就可能未必係技術，而係心態咯。因為喺國際嘅比賽入邊，壓力會好大啦。如果失誤嘅話，嗰個心裏邊嘅負擔就會好大。我覺得要學識轉換個心態，改為我點樣教翻嗰個失誤，專注喺下一桿度，可以用自己嘅強項去教翻個失誤。木球係一個好需要用腦嘅運動啦，每一桿揮桿之前都會諗下自己要點樣打去到邊度，波穿過球門嗰個聲會令到我有好大嘅滿足感。我覺得保持對木球熱情嘅方法就係不斷俾啲新目標自己啦，俾自己向住個目標持續進步。特別想感謝嘅人就係體育老師余老師啦，如果冇佢嘅話，可能今日練木球係咩都唔知，更加唔會有今日嘅成就。可能佢打波打得唔係好勁，但係喺教練教我哋打波嗰陣時，佢會喺隔離聽教練講嘅嘢啦。喺我哋自主訓練嗰陣時，佢就會將教練講啲細節位啊講翻俾我哋聽，好抵咁樣幫助我哋進步。我而家都係擔任中學嘅木球助教啦，即係指導下啲師弟師妹，同埋傳授一啲技術同埋經驗俾佢哋。喺團隊賽入邊，體育精神係即係要我哋互相支持，可能一句唔緊要，下次再嚟過，或者係一個小小嘅擁抱都可以係傳遞關懷同埋合作嘅一個動作。我哋學識點樣分析個場地，同埋記錄低草嘅厚度啦，同埋個波度，然之後制定一個屬於自己嘅 game plan。我覺得失敗唔係壞事，佢可以令我哋知道自己嘅弱點同埋改進佢。我都會喺桌球入邊學到嗰啲專注力，因為我覺得佢可以令我喺木球嘅比賽入邊會更加冷靜。我覺得優秀嘅領袖係需要喺好大嘅壓力下邊要保持冷靜啦，同埋俾啲信心俾隊友。比賽鍛鍊咗我嘅決策能力啦，幫助我喺學校或者係未來嘅職場入邊有做出正確嘅選擇啊！俾師弟師妹們啲建議就係而家打好啲基礎，我覺得心態係重要過技術嘅，即係將自己嘅失敗當做樓梯咁樣慢慢爬上去。今日超過琴日嘅自己就已經好勁。我覺得人生就好似木球嘅賽場咁樣，每一桿係可以揮到完美嘅，但係每一桿都可以決定到你嘅未來。我覺得失誤唔係終點，而係下一次成功嘅起點。只要心中有目標，腳下嘅路就越行越遠。